势必打败楚国，凯旋回归，共战败，丢失原理。是。我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看咱台视11点台语新闻，我是郭怡中。新闻都开始，赶紧带大家关心11点上新的现场消息。鸿凯集团创办人郭台铭昨半暝发声明，宣布无要参选2020年总统大选。台北市市长郭文哲本来大家拢认为讲因会进一步合作，今嘛郭台铭讲唔选，郭文哲敢会归去家己出来选？咱做伙来听郭文哲上新的回应。这个2013年呢，我在苹果日报有一篇投诉，你知道，我的存在见证台湾的荒谬。6年后的今天，你知道对台湾今天的政坛，你知道，依旧如此。其实2020总统大选我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过我要去选，可是蓝绿双方都一直把柯文哲当作假想敌，甚至把它放在这个总统初选的民调来做对比式民调。那今天如果柯文哲说他不选的，请问两党的初选是不是要重办？其实这样啦我个人的主观就认为说刚选完市长，你知道马上就去投入总统大选，这不是一个正常国家应该有的现象。那我也认为说这会影响整个市政的竞选。事实上，我在一开始一直很不想去选，很大理由就是说，到了今年年底的时候，就台北市政府来讲，我们同时有1万户的公宅正在开工，湾南市场要完工进驻，大龙市场要完工进驻，第一果菜市场跟鱼市场要开工，这加一加，统统加起来就超过200多亿，所以有很多理由让我们说这个市政跟总统大选的选举没有办法同时去兼顾。那我个人也认为了要相信自己的口号，你知道改变台湾从首都开始，改变台湾改变台湾从首都开始，改变台北从文化开始。如果我们在台北可以把它做得很好，政治文化可以改变，也可以用台北当杠杆来影响整个台湾。事实上，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因为我相信我们在台北的所作所为，不管从财政激励、从双语教育到智慧教学，都一步一步的在去改变整个台湾。所以，另外一个是这样的毕竟我个人从一个素人来当台北市长，我非常清楚其实当台北市长的前2年非常非常的辛苦，因为都搞不清楚状况，你知道一直到第3年、第4年才整个市政比较顺利。其实如果现在就真的是当选也选上了，你知道我相信整个故事要再重演一遍，就是前2年会非常的辛苦就是说对整个状况不是能掌握那么好。所以事实上从头到尾，你知道本人对参选2020的总统大选意愿本来就不高，只是说当时在蓝绿的这种初选结果出炉的时候，你知道我们非常的焦虑，你知道，我相信这不仅是我了我相信全台湾的知识分子都普遍的焦虑，就是说，难道我们真的要在草包跟菜包当中做一个选择吗？而且这种蓝绿对决的或是诉诸意识形态的对决，你知道所以要造成你看到现在为止，你知道蓝绿双方的这种总统候选人，他们都很少在谈政见，每天晚上扣文节目在谈的也只是说如何去赢得这个选举。那我觉得说这种只讨论选举的输赢，从来都没有一个候选人告诉我们说，如果他当选的话，到底台湾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让这个整个台湾就开始这种陷入统独的泥淖，你知道然后也不谈论这种国家治理。我个人是认为的台湾在现阶段其实要解决的是国家治理这个东西，就是说效率这种务实然后这种注重数字讲究 KPI 这种政治文化，其实才是我们这个时代要建立的。刚好郭台铭他是一个跨国大企业的老板应该是一种危机型的处理人物，所以我当时在想说，如果又能够在企业界存活下来，总是有一定的实力。我相信这种企业出身的，应该受意识形态的包袱会比较低。所以当时这个郭台铭先生表达说，他想投入大选，特别是在初选之后，那我们也觉得说，如果有人愿意出来挑战这一局呢，让台湾有一个机会跳脱蓝绿的泥淖，特别要替他取一个口号，台湾重开机。那这应该是我是个人是乐观其成。
不过是这样的哦，每个人都有他的人情世故嘛哈。那郭董作为一个跨国企业的大老板，你知道他考虑的层面一定更复杂了哈。我想他还是有他个人的很多包袱，所以当他决定不选的话，对于我啦哈，也只能表达说尊重，那我也理解。那将来就大家还是会维持合作关系嘛。那在每个人的工作岗位上继续努力，总是能够对他有好处的事情，你知道哈，我们还是可以在不同的岗位、不同的角度继续努力。那既然这一场总统大选，你知道，目前看起来还是会回归到蓝绿对决的局势，你知道哈，那就更凸显我们在国会哈力求3党不过半的这个重要性。目前的执政党哦，在国会也过半了哈。可是我们看到的是执政毫无顾忌，你知道哈，人事胡乱愁庸，你知道，特别在这个选前太多这种大傻逼的政策，你知道，在我看起来是完全没有财政纪律的。那这是目前执政跟国会都过半的一个写照。如果民众党可以进入国会成为一个关键少数哈，我想有几个好处的哈。第一，我们在现行的，因为有人在问说为什么我们要阻挡，其实在现行的体制下哈，我们要进军立法院不得不阻挡，特别是不分区立委，所以我们希望说我们成立政党进军国会，你知道哈，在现行的宪政体制下，这是一个不得不的做法哈。我希望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价值跟理念哈带进国会，你知道哈，然后把它推广跟实践。第二点呢，如果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关键的少数，你知道哈，至少在不同的议题跟不同的政党合作，你知道哈，既可以减少在野党哈无理取闹，你知道哈，纯粹为反对而反对，那也可以避免说哈执政党可以肆无忌惮，你知道哈，我们可以做好更好的监督。那最后是这样，我们在国会的布局还是用影子内阁的概念哈，我们会提满34席的不分区立委，你知道哈，能够当选的就进入国会当立法委员，那排在后半段的，我们就进入国会当，不管是当办公室主任啦，或者是幕僚助理的，这也是培养下一代的政治人才。所以大概就是以上是我的声明。好，以上宣誓代表您在今天下午5点之前确定不会去领表登记参选。你要不要找一个副总统来跟我搭档？不会。哇，这个太突然了啊！这个我出门的时候还问陈佩琪说，那个登记要多少钱？他说100万，我说你有没有？所以你原本是有意的，是不是？啊，所以你原本是有意的。不是啊，我要找一个年满40岁的。所以觉得自己计划被打乱。哇，本来我们本来就打算扮演一个胡选的角色嘛。哇，现在这太突然了，这个我跟你们一样 shock 了。所以传1月22号之前跟其他政党谈政党提名吗？哇，那就另外一个故事了。This is another story。这可以问一下，到底郭台铭的动向，您大概什么时候知道？您会有觉得被他突袭，甚至有点被摆烂？我是这样的，我们这一种急重症外科出身的，你知道哈，每天都在处理这种急诊，你知道，都是不可确定的，所以我倒不会觉得说什么被偷袭了什么，是还好的。不过比你早知道没有多久。大概是什么时候？表达婉拒大概是什么时候？有跟郭董见面表达婉拒当副手。那这个婉拒当副手是很早以前就讲了。我说如果要当副手，我自己来选就好，因为你当副总统，你选上还是要离开台北市长这个职务嘛。还有一点呢我要很诚实的讲，这个选举还是要花很多钱、很多时间的。我们自己在当台北市长，实际运作实际的这种日常政务操作，就知道这实在是很困难。所以你昨天有跟郭董见面吗？这个你问这干什么？你说为什么穿破的裤子？所以这样请问一下，所以到底16号您什么时候知道？是郭董亲自跟您表达说他不会参选？没有啦，这个他有跟我讲啦，就这样。那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这个我们还是这样嘛，我们尊重每一个人的决定嘛，因为还是这样的，我都可以理解的，因为每个人有他的人情世故嘛。他会讲原因吗？对吧？我们是这样的哈，如果你愿意帮助别人，就何必去追究人家为什么不选？他有跟你讲，那就好了。那市长听他说你婉拒他当副手这件事，是说他决定不参选的一个原因啊？你怎么看？没有啦，事实上我们很客观的分析嘛。第一点就是说，如果我要去当副手，那我自己选就好了，对不对？第二点，我也认为这个票没有增加多了。
所以就实务上，或者不管理论上或者实务上，我觉得没有差。郭科配没有比郭科和增加多少票。对，他昨天确实有来询问您有关当副手这件事。那很早以前就问过了。之前说郭不选科选，那是因为来不及准备，所以才不去选。早一个月前讲，我们还可以准备了。现在讲，我还去找副总统，实在是。所以在上个月的时候，您的确有这个念头。不是啊，如果是郭不选，那我们会比较长的时间考虑嘛。现在这个时间太匆促了，这怎么考虑？那你还有2个月的时间啊，如果是11月22号的话。这样哦，那你要搭档吗？那民众党没有母鸡要怎么选？民众党没有母鸡要怎么推你的立委人选？还是可以啦，只是比较辛苦一点的。还是这个不见得，人家很多过去每个政党在推立委，也不见得每一个都有总统候选人。那这样昨晚到底有没有跟你谈过？郭董昨晚有没有跟你谈过？什么？昨晚到底有没有跟你谈过？郭董那边？没有啦，这每天蔡壁如还是会把消息带回来嘛。我说知道。但现在就剩下蔡英文、韩国瑜、秀莲。说真的，您还会支持任何人，还是觉得不会？不过至少我还是去投那个民众党的部分区政党票啊，这个我一定要去投。像你刚刚有说，就是未来不排斥再跟郭合作，那是民众党的立委这边，就是双方会一起来辅选这个民众党立委吗？还是？没有啦，其实这样的哦，只要目标是大家是为台湾好，其实都可以坐下来谈嘛，也不一定。所以可以在不同的岗位上，以不同的方式来做出对台湾好的事情嘛。这个好了，还有没有事？郭说，郭说他会继续为政治服务。那您若说你们会继续合作，那你们有讨论说你们合作的方向吗？没有啦，这个东西是这样嘛，这个很多东西。你总是给人家大家沉淀一下，想一下要怎么合作。第一时间您知道，听说你好像有比较不开心的。不会的，这很多嘛，这种我常说我们是急重症外科人。你听谁讲说不开心？我问一个市政题，问一下市政题，那个你为了支乌的规划案好像大发脾气，是不是？我这本来就应该发脾气啊，这个不可以。我讲这公务员常常这样，就是有问题要举手，不可以让。所以分工不合作是目前这个政府组织最大的问题。那所以我们因为这样，为什么每天找他开晨会？就是说你有问题，大家到晨会上来跨局处讨论。那我们既然有建立一个可以跨局处讨论的机制，你知道，那有问题又不讲，这个当然被 K 啊，这还有什么好讲的？有可能你怎么看所罗门断交？所罗门断交？对，可不可以帮我回一下？你怎么看就是第6个断交国？谢谢。是这样的哦，台湾的存在哦，不需要去别人的证明了啊，我们不需要靠别人的证明来证实自己的存在。所以我倒觉得这样的，如果很务实的讲呢。以一个很务实的从政人，第一个环境是哇，他省下好多钱。第二点，对台湾的实质存在没有影响所以我们就是一样，继续往前走，这样就好了。上网说曾经后悔，你觉得所罗门会下一个吗？好，咱拄则听到就是郭文德上新的回应。另外，这方面继续来关心郭台铭半暝发表声明，讲无要参选2020年总统大选。台中市市长罗秀燕下早参加市政会议时，嘛特别讲到伊足佩服郭台铭，做回来听罗秀燕上新的讲法。基本上郭董事长因为热爱中华民国，所以选择放手。那我自己是觉得很不自然。那我个人的观点是，对党的选情顺利的发展，那我相信韩市长对于党的身体，那会寻求的是寻求正义。那你会接那个韩市长在另外，这方面特别来关心所罗门16号正式宣布和咱断交。今日会知影咱驻所罗门大使馆嘛降国旗进行一个闭馆的仪式，现场有真侪在地民众拢来关心，详细情形连线记者陈道仪来带咱了解。道仪。好的，主播各位观众，画面中可以看到台湾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在台湾国歌的伴随下被缓缓降下来，现场气氛充满不舍。16号所罗门宣布与台湾断交以后，除了台湾人感到震惊，许多的所罗门民众也相当舍不得。台湾驻所罗门大使馆外一大早就聚集相当多所罗门的居民，参加台湾驻所罗门大使馆的降旗闭馆仪式。大家呢是一同挥舞着台湾的国旗，并举手向国旗致敬。
这次与所罗门断交，我国外交部政次徐思锦也有赶往当地，希望能够挽回邦谊。不过最后所罗门民主进步执政联盟党团转向中国，在进行投票的时候，33席当中有27票全部投给中国，6票废票，最后还是决定终止两国36年的邦交。以上是为你掌握到的最新情形。多谢倒移上新的报道。另外，要来关心社会消息。明仔4点半，天拄拄拍普光，台南发生一件车祸意外。一架大拖车撞伫单人顶，结果后壁一架货车强甲伊挤落，弄一个真正力，引起到货车的运将掉伫车内，走袂得出来。详细情形继续交记者蔡婉如来带咱了解。婉如。好，主播小货车冲撞前方的连结车，强劲的撞击力道可以看到小货车的车头整个挤压变形，包含这个挡风玻璃也撞到整片碎裂。第一时间，驾驶是受困在车里，紧急爬到副驾驶座等待救援。大马路上，小货车撞上连结车，连结车的司机也吓了一大跳，说当时在停等红灯，突然一阵巨响，车身晃动，就发现有车从后头撞上来。车子还没动，就听到后面撞上来了，我根本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撞上去的。所以那时候你是静止状态吗？对，我车都还没动啊，还在红灯，就赶快下来啊。然后问他是一个阿尚啊，然后阿尚说他胸部会痛啊，然后是没怎样啊。连结车的驾驶说，当时正在停等红灯，刚转成绿灯，也还没起步，没有想到小货车撞了上来，第一时间赶紧下车查看，就见到开着小货车的妇人卡在驾驶座，幸好意识清楚，紧急报警，连同妇人的儿子也到场，由消防人员把妇人抱出车外送医治疗。这起车祸发生在今天的清晨4点半左右。至于开着小货车的妇人怎么会冲撞前车，警方正在全面理清当中。以上是目前掌握的最新状况，时间交还给棚内主播。好，多谢婉如。另外，这个车祸事故要来关心发生在台南安吉路台江大道12路口，这路口也就是要去鹿耳门圣母庙这段路，一架轿车因为违规倒弯，弄到一架倒摆，结果倒摆倒车了，规台车阵啊倒起来。详细情形继续交记者林婉莹来带咱了解。婉莹。好，主播画面中可以看到呢，机车是燃起熊熊烈火，黑烟也不断直窜天际，整台机车就像一团火球不断燃烧，整个场面让人看了触目惊心。而一旁的骑士呢，也赶紧被搀扶起来，可以看到他走路还一跛一跛的。而这起火烧车意外呢，就发生在台南安吉路台江大道口，起火的机车呢，疑似先和对向车道违规左转的轿车发生碰撞，没想到这么一撞，整台机车倒地后就开始起火燃烧，整个燃烧的过程呢，可以看到是相当的迅速，幸好被撞的骑士还能走到一旁来休息，而一旁的民众见状呢，也是吓了好一大跳，赶紧把整个惊险的过程都给拍了下来。以上是为您掌握到的最新资讯，主播。多谢婉莹，其他社会消息来关心。人咧讲，侥幸钱失得了，若冤枉钱半输缴。家己讲家己是烟枪店连锁业者的头家，所个人逼消息，讲专门骗酒店的小姐。台北市各大酒店最近互一个烟枪兄骗甲戆戆死，伊来到酒店消费真拍手，买手机啊，也有手表啊送互酒店的小姐当做礼。落尾开始甲人骗酒店的小姐出钱来投资生意，骗几100万，人煞失踪去。即马一寡酒店拢塞真悬的奖金，要来掠这个骗吃骗啉的烟枪兄。穿着短裙酒店的查某囡仔，排规排无用在敬酒。坐伫中，就是外号烟枪兄的这个查甫人，煞互人逼讲，伊去各大酒店消费，实际上根本就是去骗人，已经变做业者的眼中钉。红叫做烟枪兄的这个查甫人，最近伫咧台北的酒店出入，专门咧骗酒店的小姐。伊敢若是先骗进前女朋友的钱，甲钱摕去酒店来消费，现大办，讲家己是连锁烟枪的业者，一开始出手真大方，送小姐新手机啊、甲手表啊，搁加上真心思，得到大家信任。想袂到这个时阵，伊才开嘴要求小姐来出钱投资，但等到对方将钱摕出来了后，烟枪兄人都无去。找了同事一起投资，然后要投资100多万，可是他没有钱，他就去贷款，可是贷款又贷不下来。然后一开始他只给他10几万的金额，骗了各大酒店，互业者是真生气，甚至提出高额赏金要来掠到这个骗人的烟枪兄。
现在找人找不到，也有找我们的征信同业在找人，找到人应该都有30-50万的奖金呢。假做有钱人来得到小姐的信任，想袂到煞是借机会来骗钱。即马酒店的业者总动员要找出这个烟尘兄，爱伊来赔偿损失。记者综合报道。人讲无食假拍的，台北市树林道民众检举有人违规停车，警察接到报案，介入到现场，发觉讲确实有车停伫咧货车路轨停车格，也毋过这台车毋是一般的车，是一只囡仔驶铁头米的车。车主特别咧查封玻璃打字条，写讲囡仔驶的车嘛是车，毋通乌白刷叮当。你有你的关门价，我嘛有我的跳墙法。警察无多开罚单，毋过会当依照废弃物清理法，甲车送去互清洁队。车主若来领车，会收到一张乌白蛋本数的罚单，罚6000，比违规停车罚搁较重。警察接到民众报案，有轿车违规停伫咧货车停车格，一到场取缔，煞发现那是停一台囡仔佚佗车。8点多我来的时候，我看到了，很好笑，应该是人家在开玩笑的吧。就是这台蓝色的 Mini Cooper 囡仔的佚佗车，16号一透早，互民众检举违规停车。车主搁伫咧车的头前打字条啊，写着 Mini Cooper 囡仔的佚佗车嘛是车，车唔通耍走，互警察看一个当场讲去。但是因为这毋是真的车，所以嘛无法度开罚单，只会当按照废弃物清理法联络清洁队来处理。他也贴嘛，请勿移走嘛，对不对？那就是摆明了跟警察那边可能有一点有价物或是怎么样，他可能会比较想要，那我们会多放个1-2天。那如果说他有来领，我们会还是会还人家啦。清洁队嘛无奈，讲头一遍拄到这种情形，怀疑是车主捌停车伫咧货车停车格互开单，这一回才会改停囡仔的佚佗车来创治。但这件代志看伫警察眼内是笑袂出来。以后车主若是要来讨车，可能就要按照乱弹本数，互开6000块的罚单。记者综合报道。人讲草人满脏水，假鬼假怪，要毋过若是伫厝内看到草人，真是会互人感觉淡薄仔凄惨。苗栗一个细只的富人人，甲3楼的透天楼仔厝租人，1楼租互总医生，总医生这个厝骹伫咧门骹口吊一身差不多手掌遮尔大细的草人，敢若是要用来辟邪。拄好去当时是旧历7月底，其他的厝骹看到到底，感觉伤家头，嘛有小可碍摇碍摇，因为互其他的厝骹头，这个细只的厝主直接甲草人摕落来，刷落来刷颠倒互总医生的查某厝骹各插刀，安尼无打紧，落尾阁互警察依照现行犯，甲伊铐手铐，互伊感觉冤枉无地讲。就是伫咧门锁顶悬挂即个草仔人，互住伫遮的人看到，感觉心内怪怪，来甲厝主斗，因为挂的所在伫咧公共通道顶悬，即个细声的厝主就直接甲草仔人摕落来，想袂到竟然互做即个殡葬业的厝骹来告伊偷摕物件，阁因为安尼，互警察来铐手铐，移送地检署。过期的噩梦啊！每一天睡觉都是觉得很痛苦。我怎么变成了现行犯？我哪里一个草人这个空道？我既然你这么大会周章要告我，这个细声的厝主讲，当时因为是旧历的7月，也就是俗语咧讲的几啊月，大家拢感觉真惊，才直接提走。厝骹来问的时阵，嘛随行互对方，绝对无要偷摕的意思。殡葬业者表示，其实礼仪公司袂用到草仔人，可能是这个厝骹家己要辟邪。他就是在辟邪用啦。那他这个草人，他可以阻挡这个所有的可能发生的事情。因为这个查某厝骹已经搬走，所以姓谢的厝主嘛，唔知影是安怎，伊要将这个小可代志变甲这么严重，只认为家己互人冤枉。警方是建议，若是发生这款代志，应该先通知对方，请伊家己将物件摕落来，避免无必要的纠纷。记者综合报道。人讲孔子讲唔敢收人假媒帖，你可能唔捌伊，也毋过你一定听过伊的声。过去伊捌替真济红仔图，也有网架配音出名的配音员张德辉，癌症过身，退休49岁。一寡配音员拢伫人面册铺文来悼念伊。张德辉伫咱台湾的配音界配音超过20档，出名的作品有《蜡笔小新》、《樱桃小丸子》的花轮，也有《火影忍者》的主角。另外，阁有名侦探瓜男这角色，因为伊的声音千变万化，有真济。进前伊嘛捌铺伊剃光头的造型，都互人怀疑讲可能当咧做化疗。合作的朋友嘛讲伊要去旅行，可能因为无法度安尼过来配音，无想到就安尼离开这个世间。玩具布完了就要收起来嘛。
没办法，玩具耍赖说还想继续跟我玩嘛。艋舺蜡笔小新主角野原新之助，甲伊的妈妈经典的对话，互袂少人想起做囡仔的时阵。男人也有不乐霹雳的时候。我叫演员新之助，今年5岁，还没结婚。蜡笔小新的幕后配音员就是伊蒋笃慧，投入台湾配音界超过20年，想袂到16号早起，却传出破病过身的消息。真侪配音界的人甲工作室知影了后，拢伫咧面册顶铺文来表示毋甘。若蒋笃慧个人的面册最后一遍换新的相片已经是6月，当时伊将头毛剃甲清清气气，敢若就是因为接受化疗。原本答应要合作的工作，2个月前嘛捌伫咧面册顶来表示蒋笃慧要去长途的旅行，所以无法度过来支援抓落来的配音工作。如今蒋笃慧过身的消息一出，真侪网友拢惊一个。大家好，我是演员新之助的配音员蒋笃慧。蒋笃慧捌互真侪经典的动画角色灵魂，除了蜡笔小新，伊配音过上经典的动画，也阁有遮的。卡卡西老师，原来他们会搭这架飞机回来啊！这样的话，向日葵也在这架飞机上咯。自细汉看到大汉的艋舺，声是这么熟悉。如今配音的人来过身，后辈众拢真感慨。未来这一出一出中文配音的经典动画，恐惊是真歹互超过甲取代。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知名度真悬，也阁有伊，这是咧网络真正出名健身房的教练，伫咧网络主持直播的主持人金马老母。咧中秋节迄一天，伫人面册铺文讲因翁平平嘛是健身房的教练，雄强中风，经过治疗了后，慢慢恢复健康。不过因翁今年才37岁，过去无高血压，雄强中风，敢若是因为生活较无正常。另外，厝内人拢有相关的症头。心脏科医生解释讲，无到65岁心血管塌条中风的人，大部分拢是家族啊镜头遗传有关系，一定要特别注意。面册顶来分享生活记录，展出结实的好身材，有超过3万名迷众，真有人气的教练金马爸爸，顶礼拜传出雄雄伫咧厝内底中风。伊的太太伫咧面册顶大文写全家人做伙平平凡凡过生活，差一点就变做一世人无可能的梦。内面阁讲到金马爸爸的血油、胆固醇、血压甲内脏的脂肪拢真标准。翁仔某叫是家己有运动，真少年，体力好，定定拢是半暝啊3点才困，都是因为安尼过劳加上家族的病症中风啊。可能是因为疾病或是因为遗传，你有这样的体质的倾向。比较容易凝固，血块一旦形成的话，那就是非常危险，它会移行在全身，比较容易跑到脑子里面，造成脑中风。心脏科的医师解释，金马爸爸今年37岁，大部分65岁以下的人，血栓中风主要的原因，甲先天的病症，也是家族的病史有关系。若是大量的运动，水分不足，血内底容易变较高，加上后面会互血管来老化，可能造成血栓的问题。那现在如果我们想，如果急性中风一旦被发现，在3小时之内赶快把它打通，不然用颅内取酸，或者是所谓的血栓溶解剂，把血栓溶掉等等，让它恢复循环。到的就是说水分的补充，你如果是这样的一个体质的话，应该要服用抗凝血剂等等。医生提醒，血栓中风无征兆，若是有相关的家族病例，上好是定期来病院做检查，提早来治疗。记者综合报道。小连上上新的消息来关心俄罗斯插画画图家卡加进前咧网络的图，用伫咧集画图的列车，引起到大家热烈会。下早6点半已經來到桃園機場，和大家來翕相、小照問，咱做伙來看現場的畫面。Welcome to Taiwan. Can you say hello to everybody? Hi, hello. Nice to meet you. Yes. 好，咱即马听到就是插画画图家，伊特别讲到，因为山鸟麻的关系，才有机会来到台湾，是一个真特别的经验，互人生有无共款的体验。看到媒体伫咧翕，伊嘛摕手机出来记录。为今仔日起，会伫咱台湾5天，相关的行程也未公开。伊讲伊嘛真期待。同款互人真期待，也阁有经济部发夜市啊200块的赌用券，16号开始发。宜兰都有摊贩反映讲，掠准宜兰也阁有花莲大东地区的赌用券，规台湾拢会当用，会去影响到在地业者的生意。咱嘛做伙来听夜市啊摊贩上新的访问。编4个区域，北中南，花东，4个区，但是
那个宜兰的花东，我们这个宜花东哦，我们的礼券哦，可以全省通用。或者可以拿去别县市用。但是别县市的礼券不能拿来宜兰用，这样我们是出亏了吧？那我们这样的流出去，我们就做生意人出亏，旅客不会出亏，生意人出亏啊。商机刺激还是有限嘛，对，有限啊。所以应该不要限制，像以前前93年也有一次开完一次，那没有限制，就大家都很高兴。另外，要来看到世界出名美国曼哈顿现日的景致，咱台中嘛看会到。气象局特别预告讲，为新历18到20头尾3天，上适合欣赏的时间是尾暗5点半到6点这个段时间。民众伫咧公益路，也有民权路西边，就会当欣赏到现日的景致。夕阳豆豆啊，伫即个关楼安尼斜落来，规条街嘛去予夕阳的余晖甲染做金色的地毯。这是台湾版的曼哈顿暗光现日。伫个英国现日的美景大部分拢是出现伫台北、高雄甲嘉义。不过伫个未来这几天，伫个台中咱嘛看会到，还蛮美的。对啊，会想要去看。我们在顶楼看得到，期待它的光影的效果。台中版的曼哈顿现日美景，从这礼拜3的18开始到20，小连续3天拢会出现。上好的这个欣赏时间是伫个尾暗的5点半到6点。民众若甲徛伫个公益路甲这个民权路按西边甲看去，都会当看到真水的美景。礼拜3到礼拜5，整个我们中部地区应该还蛮适合看到闲日的那个预报的，看到闲日的那个现象，那整个来讲的话，应该是。很有机会看到的。这个小连续3天的暗光现日，估计会请真侪民众来这欣赏。未来3天天气的这个状况，气象局讲还阁算袂歹，所以有8成机会拢看会到。不过也着爱看迄天的这个分站的状况。气象局嘛要来呼吁民众讲。暗光现日虽然是真水的夕阳，不过若是要用目睭甲看较久一个，要是爱准备迄个乌仁目镜，安尼通保护目睭袂去受到伤害。若这个台中版的现日结束了后，后一场的这个现日会伫29这天踮嘉义市的民族路就看会到。记者综合报道。网络卖物件平台生意愈好，收入嘛袂歹，做事的时间较有春秋。一寡人拢咧做网络卖物件平台生意。经济能力银行上新的调查，21岁到25岁这少年家比例上介悬。另外，31岁到35岁同款嘛有一寡人有兴趣，会使讲用的有更较好的出脱。就觉得一个平放，一个这样立起来是会比较好看。豪华斟酒甲产品翕相的角度，就是要互人客一个看到相片，就想要甲买回去。讲出来你可能唔相信，这个对电商真了解姓廖的少年仔，其实伊今年才21岁尔，佫是一个大学生，不过已经创业成立电商顾问管理公司啊。即摆佫甲是 B2B 阿里巴巴电商平台的营运服务顾问。实体的店面可能相对于电子商务的平台来说，以现在年轻人可能会趋重于用平台来购买东西。认为电商未来发展真好，就算兼咧做卖单，互收入增加，加上上班的时间真自由，有46.7%的人拢真有兴趣来做电商这块。其中21岁到25岁少年人做电商的比例上多，啊31岁到35岁有咧上班的人，想要换头路的人上多。像讲这个Gino，就是为药师改来做电商的。需要比较多的创意，然后比较有趣，必须有接受不同挑战的一个意愿。另外一个是所谓的数据力。数据它本身是中性的，但是数据本身在累积之后，可以让你避免风险，找寻机会。根据调查显示，去年跨国电商交易的金额上少有748亿，今年有可能会到834亿。电商的商机，唔哪各行业拢想要抢，少年人嘛看准未来的发展，替家己找出路。记者综合报道。世界大代志来看到，最近又阁是一年一届前东港关掉的时间。当年中秋前后这段时间，中国大陆浙江省前东港的出海口拢会出现大巴楼，互人俄罗斯旧历8月18条，佮讲是纵观天下无。今年关掉节会直到新历的9月20。另外，浙江海宁、盐关观景灯区拜嘛有25000的游客来这欣赏天下第一条。潮头呢，已经正在慢慢的形成，江中的这一片白练就是今天的钱塘江大潮。
用正做一条线，亲像千军万马同款，变做有名的一线条。但你旧历的8月15到8月18是观赏前东港大鹰的上好时机，尤其是旧历8月18，迄个气势甲场面真正是世界级的。在浙江盐官观潮公园的战鳌塔下，是观看一线潮的最佳地方。游客透早就来到浙江盐官的观潮公园，要来看这个自然奇观。刚才再来好一天，就有25000人入去风景区，唔那真有气势。一线条，阁有2个鹰做伙交叉条，啊，同款是看鹰真有名的老烟囱，会当看到冲开爆花了后，就随提登去的回头条。钱塘江在这里呢是拐了一个近乎90度的一个大弯，所以奔腾向前的潮水在遇到老鹰仓大坝的阻挡之后呢，迅速的折返身躯向后奔腾，就形成了回头潮。1.6公尺高的大鹰实在真有气势，鹰愈大愈有看头，不过嘛愈危险。今年的观潮节会一直到9月20日，景区的员工呼吁游客看鹰的时阵要注意安全，才袂发生意外。记者综合报道。科技愈来愈进步，要飞天要钻地嘛，毋是无可能。伫地球涂骹要做一个电梯，会当通到太空。为1895年，有人想过这个问题，相关的技术嘛愈来愈成熟。最近，美国也有英国的研究人员就建议讲，会当做一条去月亮的电梯。这条长32万公里的电梯线，按算工程总本钱敢若10亿的美金，讲确实做会到。甲电梯搭到天顶去哩，来打造一个会当甲人、甲货物、甲送上天顶的这个通电电梯。这听着敢若是无啥可能，不过伫咧外国有上新的研究讲，会当来试看卖。It's exactly what it sounds like. A giant elevator that you get in down here on Earth and you step off of in freaking space. 伫咧8月底刊的这篇论文，是英国的剑桥大学甲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2个研究生做伙写的，提议讲要来打造一座这个会当爬到月球顶悬的太空电梯，要对月球的顶悬有一条32万公里的歪亚索，甲牵到地球来成做一个爬去月球的太空转运站。According to SpaceX, it costs roughly $2,700 to put 1 kilogram of cargo into low Earth orbit. Once built, by one estimate, it could cost as little as $200 to get 1 kilogram into space. 用火箭去太空实在太开钱咧。伫咧过去，有科学家建议讲来打造这个太空电梯，通降低太空运输的成本。上新的研究佫讲，以即卖科技，若是要来打造这个去月球的电梯，总成本干那需要10亿的美金，差不多是310亿的台票。This is extremely complicated. I don't think it's really realistic to have a space elevator. 不过科技鬼才马斯克，伊伫咧2017年就捌讲，太空电梯的想法有较含，因为这个工程伤过头大，伫咧结构顶悬，还佫考虑到伫咧外太空的环境，也佫有真侪大问题。这恐惊就要佫等人类技术较老的时阵，才会有团队敢来挑战。记者综合报道。跳过一个广告了后，继续要带大家关心，波兰俄罗斯全世界上界速列车就伫日本，这是日本上界新型特急的电车001系。大家好，我是张轩瑞。有时候爱情来了，挡也挡不住，但是是你的吗？一边喜欢，一边发现，也因为喜欢你，我才真正的认识了我自己。爱一个人，从来都不是对方的事，是自己的事。慢慢你就会懂。一起努力吧，我的男孩。每周1至周5晚间10点，我的男孩。都是多久没新闻了？他那一首《一见钟情》，我到现在还会唱哎，哇，真的是老了。人家不是都说吗？你要非常的努力，才看得出毫不费力。你哪个时候回来？我有话要跟你说。你不要再骗我回去了啦！郭豪生现在很需要我。拜托你不要为了钱跟那个豪生在一起。每周5晚间10点，台视频道，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大家
基本千万字，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捌一字。今仔日要来甲大家小解一字，咱做伙来看到这里的本条读作 A，A 就是看电脑边的词，意思就是真迹，无卡路通好春秋。要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这拢是咧形容 A 的词。头一个 A 嘟嘟，这个代表意思讲真 A 的意思。第二个词 A 哒哒，嘛是意思同款。咱用一句话来举例，甲这两个词夹做伙。譬如讲，人咧讲袂晓驶船，嫌客 A， 这条车路明明还阁真宽，车想要小小心，一定会得过。伊煞嫌车路会哒哒，甲车停伫路中央，这声真是变假会嘟嘟，害大家拢袂得过。今日小解这一字 A 提供予大家参考。继续要来关心五湖四海大代志，荷兰俄罗斯全世界上水的车就伫日本，这是日本出名建筑师负责设计新型特级的电车001系。今年3月开始启用，看起来真抢市。因为这款新型的电车唔但是外形真高雅，内底装潢嘛足水，互游客坐甲心凉鼻吐开，讲亲像是伫咧厝内共款。车内有真侪大心的设备，提供舒适坐车的环境，互大家学了讲是全世界上水的车。真是有影。火车狂跨做法为城市驶到庄卡，这就是受到国际公认全世界上水的西武铁路的新型特级电车001系火车。伊是捌摕过建筑界上大奖普利兹克建筑奖的日本有名的查某建筑师梅岛和世设计的。为车厢内外設計到車駛過會當看到的美景，攏水甲互人會得知。こちらの新型車両、前は大きな丸いガラスとなっていて。原来火車的車身上特別的銀色的鈑金，反光真好，讓火車為東京駛到莊卡，攏會當真自然的變作當地景地的一部分。車窗嘛真大地，讓乘客會當欣賞到沿路的美景。パウダールームですとか、化粧室ですとか、そういったことを女性のお客様にも大変ですね、喜んでいただいて。そして快適にご乗車いただける。車廂內底嘛當看到設計創意，黃色的椅仔，讓人心情真好。這嘛是代表西武鐵道的色水，為真看真舒適，閣會當調整的枕頭甲手環。坐火車就親像坐佇咧客廳的碰椅頂的同款遐爾自在。車頂的光嘛會對時間做調整，氣氛真好。西武鐵道公布資料，001的火車有8車廂，422個位，時速上緊120公里。若是有機會去日本佚佗，時間甲路線嘛會當配合，一定愛去體驗看覓啊！這款火車到底有偌水？記者綜合報道。休本一個廣告了，繼續要帶大家關心上新的消息。郭台銘宣布無要參選2020年總統大選，代表郭台銘也有郭文哲、王金平三個人革命的關係破局。休本一個王金平上新的講法。大家好，我是張軒瑞。有時候愛情來了，擋也擋不住，但是是你的嗎？一邊喜歡，一邊發現，也因為喜歡你。我才真正的認識了我自己。愛一個人，從來都不是對方的事，是自己的事。慢慢你就會懂。一起努力吧，我的男孩。每周一至周五晚間10點，我的男孩。多久沒新聞了？他那一首《一見鍾情》，我到現在還會唱哎，哇，真的是老了。人家不是都說嗎？你要非常的努力，才看得出毫不費力。你哪個時候回來？我有話要跟你說。你不要再騙我回去了啦！郭豪生現在很需要我。拜託你不要為了錢跟那個豪生在一起。每周五晚間10點，台視頻道，你那邊怎樣？我這邊 OK。感謝大成保金冠名播出。欢迎继续登来到新闻的现场，插播拄才收到上新的画面，要赶紧来关心郭台铭宣布无要参选2020年总统大选，这嘛代表郭台铭、郭文哲也有王金平当初三个人革命的关系已经破局。面对这个情势转变，前立法院院长王金平有上新的回应，带大家做回来关心。4点多钟有接受他的告知。所以郭总有先打电话跟您告知。对，那么。约今天早上8点钟能够到他家去，所以我也去过了。
谈了什么吗？有在劝进他？没有，他是要告知我，那么呢他不再领表去登记。那你有觉得错愕吗？就郭董突然做这个？也没有，因为他未做决定嘛，决定就是1/2的机会，要登记不登记是1/2的机会嘛，所以也没有什么错愕。不过对他的一个没有登记呢，我们是给予充分的尊重。其实郭董一直以来都很积极，那什么原因造成他最后决定不选？这个我不清楚那么他原来想登记，我们是要给他祝福；他不登记，我们给他尊重。有提到副手是因为郭董不选的主要原因。这个我不清楚，这个你要去请教他。郭董有劝进换您出马吗？没有啦。那柯文哲有提到柯文哲？没有再提到这个问题。那你目前的决定？我就是一样，我讲过世事如棋，变化莫测，我还是一切随着因缘走。参选到底？随着因缘走。那会跟亲民党来合作吗？因为亲民党说可以跟任何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一起合作。那是未来再说嘛。会觉得有点真金换绝情吗？郭柯王三方现在破局。没有跟这个郭董一样这么好啊，也是这么紧密啊，哪里有什么绝情不绝情？我们一样是紧密的等于有一个好的互动了，要不然他也不会昨天晚上就提早告诉我，而且要我今天早上到他家去那么也跟他再谈一下话因为网上还有一支影片，他说你没有提到这是一场，他不想加入政治闹剧，可是后来又把这句话好像又删掉了。您觉得他这样的形容妥当吗？还是你也觉得这是一场闹剧？不会吧，他是有志于政治的参与嘛，所以他才在这个立委的选举上他应该会有所琢磨嘛。是他觉得委屈了才去选？这个我不清楚，你要去请教他你的名字还会出现在选举公报上吗？未来再看嘛一切随因缘走。民党今天会去中选会吗？去干什么？那今天是最后一天了，现在什么事都没有去准备，怎么要去中选会干什么？院长早上看到郭董的时候，他的心情是轻松的还是沉重的？应该是轻松的未来也不排除还有其他的可能，对不对？我不清楚，你要去请教他。那你跟他的可能呢？我们一样是好朋友、好兄弟那你有追问他原因是什么吗？没有，不方便问因为马总统好像之前就意有所指，知道说好像郭董就不选，那你好像比马总统还慢知道，会有这种感觉？应该不至于吧？马总统去看他是应该是这个9月上旬的事嘛大概是9月10号以前的事好。你们10点多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有睡不着吗？没有啊，睡得很好，睡到睡没有很震惊的。这个人世间的事就是这么样嘛那我们笑看这一切世间事的发展嘛。那早上要见面前的心情？一样啊，平常心啊。之前有说你可能不排除披橘袍出征，跟亲民党一起来合作，你觉得现在还有这样的可能性吗？现在谈这个也不用去谈了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嘛。跟宋主席这边还保持联络管道畅通。大家都是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张轩瑞。有时候爱情来了，挡也挡不住，但是是你的吗？一边喜欢，一边发现，也因为喜欢你，我才真正的认识了我自己。爱一个人，从来都不是对方的事，是自己的事。慢慢你就会懂，
一起努力吧，我的男孩。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我的男孩》。多久没新闻了？他那一首《一见钟情》，我到现在还会唱哎，真的是老了。人家不是都说吗？你要非常的努力，才看得出毫不费力。你哪个时候回来？我有话要跟你说。你不要再骗我回去了啦！郭豪生现在很需要我。拜托你不要为了钱跟那个豪生在一起。每周五晚间10点，台视频道，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大王有旨，就将曾姬公主许配着嫂。我着说心肝，只有你曾姬一个。大着嫂，一见人家输放军营，将着嫂调回，立刻出走。我妈到底做唔到什么代志？别转播。华人直播盛典，超人气卡司、曹格、周兴哲、熊仔、张立阳、J. Sean、IBI， 华丽的主持阵容：黄鸿升、Janet、刘荣嘉、吴建衡、李佩瑜。第3届华人直播金鱼奖10月12日下午3点，敬请锁定台视。你跟执行长到底什么关系啊？不知道可是他都当我的面来撩你了你还说你们没有关系。天哪，放过你自己吧，你很棒啊。是吗？你看，这很漂亮吧？干嘛对我这么好啊？谁追你带他来这里？你凭什么啊？台视频道每周日晚间10点，网红的疯狂世界。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2人区坐在办公椅上，以双脚不落地的姿势自转1圈。感谢福尔尿酸机冠名播出。是你们叫我们并桌的，你们不可以这样对我。熟女是很可怕的动物，而且又熟漂亮的，那是更加恐怖。我没有跟人家不三不四。安庆辉，你知道对女性长辈最懂事的称呼是什么？阿姨，是姐姐。听到那个阿姨姐姐之后，我就像被衰神缠身一样。这种人生啦。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我的男孩》。这边是不是可以帮人解决烦恼？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或许我们能帮助到你。你相不相信这世界上有2个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你会觉得人生就像业力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有想跟自己独处的时候。每张笑脸后面都躲着一个受伤的人。每个人心里头一定都藏着一个很重要的人。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卫生夫请甲红弟弟的红哥，讲义气，一世人爱帮助别人，刷去互人无赖，害人偷摕宝物。到底是什么人伫咧变鬼变怪？伊的目的是什么？公你也是乖乖受我回家斗。红姑敢会当找出真正凶手嘞？每礼拜到拜5暗时6点到8点，红姑传奇。大家好，我是张轩瑞。有时候爱情来了，挡也挡不住，但是是你的吗？一边喜欢，一边发现
也因为喜欢你，我才真正的认识了我自己。爱一个人从来都不是对方的事，是自己的事。慢慢你就会懂。一起努力吧，我的男孩。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我的男孩》。多久没新闻了？他那一首《一见钟情不应我到现在还会唱哎，真的是老了。人家不是都说吗？你要非常的努力，才看得出毫不费力。你哪个时候回来？我有话要跟你说。你不要再骗我回去了啦！郭豪生现在很需要我。拜托你不要为了钱跟那个豪生在一起。每周五晚间10点，台视频道，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大王有旨，就将曾基公主匹配着嫂。我着说心肝，只有你曾基一个。大着嫂，已经会甲释放军人，将着嫂调回，立刻出走。我妈到底做唔着什么代志？别转走。华人直播盛典，超人气卡司曹格、周兴哲、熊仔、张立阳、J 上、IBI， 华丽的主持阵容：黄鸿升、Janet、刘荣嘉、吴建衡、李佩瑜。第3届华人直播金鱼奖10月12日下午3点，敬请锁定台视。你跟执行长到底什么关系啊？不知道哎，每次他都当我的面来撩你了哎，你还说你们没有关系。别人啊，放过你自己吧，你很棒啊。是吗？你看，这很漂亮吗？你干嘛对我这么好？谁准你带他来这里？你凭什么啊？台视频道每周日晚间10点，《网红的疯狂世界》。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2人区坐在办公椅上，以双脚不落地的姿势自转1圈。好久伫网底看戏看人底，新闻上尾要来欣赏，这是美国奥利公主这个查甫人和伊的志工团队，逐工拢伫沙坡地利用几何图形来画图，开放给游客来遮散步，来遮行几何迷宫。根据大家伫咧讲来遮会当上天上地，真侪人感动甲目屎流甲规世界。新闻上尾带大家做伙来看卖，感谢你的收看，我是郭怡中，祝大家平安健康。大家好，我是张轩瑞。有时候爱情来了，挡也挡不住，但是是你的吗？